係有關於呢個亞洲電影嘅。咁而呢一格咧，其實就係有關於電影嘅歷史咯，可以講遠到係60年代至到今日都有嘅嚇。咁有關於電影嘅發展啊，香港電影嘅歷史啊咁樣樣。許素瑩，1983年電影《半邊人》嘅女主角，當年更獲得提名角逐金像影后。熱愛電影文化嘅佢，對電影書籍同埋刊物如數家珍。喺土瓜灣電影文化中心呢度，大部分嘅資料都係由佢私人捐出嚟㗎。呢度嘅藏書同電影資料類型廣泛，中意港產電影嘅朋友喺呢度研究電影文化就最好不過啦。打開呢度收藏嘅資料，你會發現好多電影界嘅寶物。電影雙週刊第125期封面人物就係阿瑩啦。呢班咁有心嘅電影人，除咗保存珍貴嘅電影資料，仲成日喺學校同埋老人院舉辦分享會，希望有更多嘅年青人同埋街坊嚟支持電影工業，認識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。